大家早晨，歡迎收睇有線新聞，我係溫子和。大埔宏福苑5級課1個月，有臨床心理學家召集義工，開展災後心理支援工作。透過舉辦工作坊、成立治療小組同1對1輔導，希望災民走出陰霾，開展新生活。成個計劃以生命樹活動開啓。薛依婷講下。1126個盒仔築起生命樹，盒仔嘅內外畫上唔同圖案，每個都盛載送俾宏福苑災民嘅祝福。有賴一班小小樹藝師。係咪好衰啫？呢位小朋友幾多歲啊？今年我哋大人總係以為，喂，3歲至6歲喎，咁細個應該唔知發生咩事嘅。3歲啊，好勁喎！真係3歲咧。啲小朋友咧，真係出乎意料地知道好多嘢嘅。救火場景，心心，仲有 I love you， 日日都搭建起嚟。我哋咧可以有個花。有另外一個小朋友咧，佢就畫咗雪喎。佢話啲雪咧就可以融化咗啲火啊，咁消防員叔叔咧就可以唔使咁辛苦啦。係當時都聽到我係好感動嘅，所以咧我哋呢一個生命教育咧係其實真係可以由咁細個嘅小朋友開始。Monica 組織義工展開災後心理支援工作，一呼百應。第一步就係生命樹，1個禮拜走訪多間幼稚園，收集過1000個盒仔。未來9個月會巡迴擺放。咁喺2008年汶川大地震開始，我哋就去咗災區啦。跟住2013年雅安地震，我哋都係第一時間去到服務嘅。我從來都冇諗過呢18年嘅經驗，真係有一日係用喺我哋自己嘅家園上，同其他國家、其他城市嘅人一齊去亮燈。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希望我哋大家可以睇到，真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係全世界嘅人都喺度祝福緊。災難唔一定係悲劇，生命可以轉化生命。有線新聞，薛依婷報導。